哎，所以正常的。居然我把那个相机里面那个黑柔，把那个滤镜取消了。之前那个我带了1-2个月那个滤镜，内置滤镜，外面还带了2个，一下就感觉那个画面没有那个太暗了，有点暗，偏暗。这印象中，高山曲镇是第一次嘛，第2次，好像是第1次哦。树坪也开了，开2个树坪，一个横屏，那个树坪我就挂了玩儿。把发饼干都要挂在胸前。哦，我没带那个。他们跳完了之后都要收回去的。跳之前，反正跳舞的时候带上嘛，然后上场的时候就收回去。我这儿还有一个挂到胸前的那种，吊牌也有。现在基本上确定是2天能1次吧，2天在家里面玩嘛，然后1天出来拍。在下一周下一个月吧，基本上应该每天都要来吧。有可能是12月份，有可能是11月份，有可能是11、12月2个月都是。现在还没定，反正走之前嘛，反正我跟罗尚说了，每天都会来拍。他说可以啊，以后都拍不了了。我说3年之后你们在不在也不知道啊，3年之后这个场地还跳不跳也不知道了。所以说，我跟他说，他说是啊，那谁说清楚嘞？对你和我就是很少，印象中很少，好像第1次吧，第2次也是。应该你们查得到。还有那个扎西曲镇也练过舞，这是高山曲镇、巴塘曲镇3个曲镇。第1个高山曲镇，第2欧姆，第3个是礼堂州嘛，对。这个白衣服是扎西曲镇，这边是老福，后面就是跳舞来的不是团队的。戴宗、恩芝、罗莎，这个是谁？那个不是。金明珠给团队送了5天的水，500块钱了，也就是5天嘛。那天他们我来得了，因为那天摄影师都是满的，都要来。哎呀，3号组是最乱的，3号组在那人基本上没有请假的，就是里面用手机拍最多的。他们在群里面说，他们说3号组最热闹的那个是外面全部进来拍，就是手机拍嘛，然后他们发的视频说这个没办法呀。那天好像是3号组嘛，1号组金明珠来那天，我说星期六吧，
今天星期一。对对对，就3号做。这刚刚过来个搞活动的，你看全部围在中间。哦，饼干掉了，饼干掉了。这灯子和那个清楚，他是主持节目去了吗？是他啥？声音有点小了，感觉呢。老板，你觉得声音小不小？这来了5个人团队，后面是谁？有丽丽吗？曲桌吗？是曲桌吗？感觉瘦了一些呢，不瘦。哦，是一系卓玛。感觉没有做美颜嘛，感觉人怎么全这么瘦呢？不是一系卓玛。这个不认识。这个稳定器找个圈。叫啥名字啊？这个小朋友？哎，按了水，按了眼镜。来了几个？还是4、5个人呢？美女好瘦，就是啊，有点像瑞瑞那种啊，就是雍真。刚刚那个是有点瘦，我就觉得感觉像开了美颜一样，就感觉把身体拉长了。其实没有，本来这个软件没有那个功能。远处看有点像丽丽，再近一点看有点像一系多玛，其实不是，好像是他们3个人。
有一个人，他们3个。今天晚上这个竖屏正常的，没有卡过。那天晚上卡的不得了啊！还有一个人瓜，他们3个人在一起，还有一个没来。哪个？这2个还有一个人没来。对。哦，你认识不？不认识。没去问，都来的比较少。那个小女子晓得，小的道服的。哦，就是前面那个嘛。好瘦哦，太瘦了，太瘦了。这来的人还比较少，只有前面来了6、7个，男的来了4、5个。今天星期1了嘛。饮送酒，香果之声。我今天给他吃一点多，吃的那个肝子、鸡肝、鸡肉，还有啥？还有鸡心，吃饱了的。还给他吃了个打虫的药。哇，谢谢，3K师傅，谢谢。小白，凡凡给你送权限，给你送那个零食。商务吗？不是啊，那个是谁啊？是吴江波啊，应该是。汪，凡凡，汪，一直在叫啊。那帽子咋这样戴呢？有点像我那种戴的红的那种。这感觉吴江波是矮了一点的，感觉跟和那个灯枝一样高了。好吧，竖屏又有问题，卡的不得了，竖屏超级卡。我不卡。吴江波后面是灯枝罗桑，这个是大龙修、老胡、双单错。谁打电话呀？打电话干什么的？知道我在外面呢。单少爷，后面叫姓单少爷，他是开朗马厅的，他在老家，就是有3个。早一去了。小红包。香果之声。
今天造型有点好看，看两个人好看，很有个性啊，很年轻，感觉越来越年轻，是不是？感觉吴家木像20岁不到。这看永正才20多岁，哎，本来也是20多岁了。咱没下去看。卡吗？我那个竖屏一直卡，竖屏超级卡，眼球卡住了，对对对。
西吧，好多看。笑嘻嘻。这不是小意思哦。手脚没那个闺蜜，小西西没一直骂哎。这个是五角毛的那个闺蜜嘛。Yeah.
声音好小哦。等阵再来。这才是小西西，小西西和双蛋臭。我就觉得前面那个搞忘了一下，那江波那个朋友来了几次。对，依旧错误。哎，不跳了。
你认到不？阿姐的不是拖鞋吗？你拖鞋都能跳，你这个可以跳吗？这人那个设置我们那种风格的，你也有的吧？也有那种嘛？也有那种鞋子的嘛？哎，去真的好久来了，去老刘一回了。昨天来没有？他老刘昨天来没有？老刘昨天过来。啊，看了吧？开心一点来吧。头和扎西一起来的嘛？是不？是不是嘛？是不是嘛？Cabeça lá, Tori.现在怎么回事儿？手柄不卡了呢？好像卡了好多次，卡人都没有了。汤看等着这川口啊！呀，就在那头发在那扛，说可有你的啥？的说扛，说可有你的啥？好不来了。哎，丽丽来了，瑶瑶啊，和瑶瑶来了，估计是瑶瑶，不用看正面就知道他们俩肯定一起的。
个椒盐王婆儿，再给点姐妹，请过去。怎么既然声音开得那么小呢？还没60岁。我报，你要报啊？你跳舞噻，跳舞，跳马上结束了。你也不知道吗？啊？有点用的嘛。只有20分钟了，我都跳了44分钟了，还有20分钟就结束了。对啊，还有20分钟就结束了。你不跳吗？快去跳一跳，去健身。快，快去健身。青稞酒，还有那个5杯美酒，好久没跳了，热啊香，感觉今天炸鸡腿上长得好薄哦。哦，对了，你们玲玲应该看不到了，应该不来了，来的很少很少。王伟来也来了。热瓦香，
哎，小宝，这个小邓同学来了。小邓。小邓在老家雅江那边开了民宿。还有。今天声音有点小啊，应该是政府那边打招呼了，不知道那个旁边还跳不跳？老六，能吃。这是一个频道吗？还是两个频道？一个啊。这个信号不好，一直在卡，根本人都没有了，卡的不得了的。这个是电信的网络，那天也是，前天那天我值班的时候也是，卡的一直在卡1个多小时。你那边那个是？那边是北京电信的，这是成都电信的。北京电信。这北京电信正常，北京电信的。这个可以吗？啊，这个不正常卡，这边不卡。小灯。
油了。过得好快哦！你今儿发那个人是哪儿的嘛？那个你说那个人还是团队？哪个？你今儿在群头啊？哪团队哪个团队？你今儿在群头发那个摄影群，那个 Y 啥子？JE 啥子还是啥子？哦，DJI 那个嘛。DJI 那个是排名的嘛？不销量排名。后头那个啥子发那些啥子，就是境外那些每个人。哦，那个是个韩国，我们放国外的，我们留只能韩国人本国人看。我们只那个大台，今天发研发表，必须是韩国身份证。地上爬的这是。
六，老不老六撞起。后面那个永贞叫啥呢？戴帽子那个是江阳王木儿，这个是唐人木，这个是豆哥的眼姐妹。这个他们两姊妹唱歌也唱得好。娃娃。小西西，曲真的踢腿，老六老五自私的。啊，冲出来，冲过来！冲过来！冲过来！还戴耳机，对。没有了。浑身心衰。对，气功可以。
老五也跑不在了，老五也跑不在了，老五刚刚就老五你俩跳。哦，这个有点长哦，西藏国庄7分钟。老五在这儿还是谁了？今天我来了，老五老六。这个枪战过程。谢谢。他掉的太小了。不小心我摔到了。完了吗？还是咋回事？这里。
会吧？一定要正着这下去的，正着上去的，大腿的大腿的，把领导擦衣裳了，给。早，还是20多度吧，20多度还早，几度才说？什么叫子名字？那个老师晓得。结束。新我知道名字。还有。哦，那么晚了吗？感谢各位观众。来饼干。妹妹走了呀。这个保存的吗？妹妹走了呀。这还可以啊。有问题哦，怎么可能？Hello， 他们那个是专门还采访的。花的你们全部给打完了哦。近一点。跳完吧，聊到这个。然后那边的展台。
ya ki ke anu ti la mo yo amu ya no so na ki la ma sa bo yo ali di na do so la ni so ti cho ta ta ke yo可以啊，小拉错。Thank you.
区中会噻，永贞了。啊？要会不会了？没办法，不会的嘛。能不能把这个取了？取了吧？去了，不好看。我把耳机取了嘛，把耳机取了。那是耳机还是电扇啊？耳机。还去热乎嘛？动作不准跑哈，我跳完还就跑了。来了哈，来。我以后跑了怎么办？是不是个不能跑啊？跳着跑了怎么办？可以说一下怎么跳啊？先说点跳吧。
这是小蛋糕。这是拉布娃。不晓得还是给他补嘛，家人们朋友们点关注啊！哎呀呀呀！啊，一生一世幸福平安哦，阿弥陀佛好。我说我开的是书，他们节目都不要我去的嘛。哎呀，他都不放心，我这儿哪个放，我哪个都不懂。后来我开车都开到他们北岳县去，永正他们的家乡去。3地过庄。没去过。把它剥了的了，给它剥了的，你看见有没有？3句。小区的团。家乡
多少钱了？就这个。都比较短。需要可以，不是应该。对，往后可以，往后面可以，往这边。后面还在跳，你看没有？哎，一会儿不是站土站的场地，比如说，但是你花钱租下来是不可能的，费用就大。肯定噻，你只晚上跳了嘛。但是你说去那个老板也不会想，真的妈的，真的平常都没人跳的话，清淡的很。还你妈那么大个店，没生意，没生意嘛啊，就是啊。你晚上那么多人没去吧？尤其他那个开那个是奶茶店，旁边那个。它那个是便宜奶茶店，不像那种高端的，像民族朗那种高端的藏餐店嘛。那个他妈要靠人流量，一碗一碗的茶，一碗一碗的面来顶上去的。开玩笑，低端消费要的就是密集嘛。你低端消费，你如果人的密度你都不。他以前那个跳舞的时候旁边有个奶茶店，生意多好，嘎，嘎，有点像那个。他那个明显是作为低端那个奶茶店嘛，你现在看没了。对，以前那个就是那家没办嘛，没搬走嘛。我现在他那个开那个茶店，就是喊奶茶，他明显是作为低端店，低端那种低端一级那种嘛。你没人流量真起不来，那么大个店开玩笑，200多平嘛，至少200多平嘛。你晚上嘛，至少会带到人流量嘛，你白天又没有占的位置。就是要靠晚上啊，白天有几个人没事嘛吃饱去做的。是噻。冬天冷，夏天又热，哪还去了？